單一嘅教育體制其實唔會適合晒所有嘅學生，要俾學生個氛圍，咁去問問題啦。Ludus 可以俾到嘅就係多元發展知識啦，佢哋嘅德育教育啦，同埋佢哋嘅個人興趣啦。Montessori 同埋華德福 Waldorf， 咁兩者係有佢嘅強項嘅。咁有時好難取捨，咁我覺得喺 Ludus 嘅好處就係佢兩邊佢都會有呢個課程，咁呢個係相當之好啊，可以集百家之大成。大家都以為我係老夫子咧，其實唔係啊。其實我係 Ludus 嘅阿 Pete，呢度啲學生全部叫做 IQ 博士嘅。咁啊，我之前教大學，咁我就發覺其實好多人諗嘅方式啊、方向都已經定型。一個小朋友嘅年紀越細咧，其實佢可以接觸到嘅範圍應該會多啲、會闊啲，同埋會改變，即係希望我哋可以改變嘅諗法，個空間會大啲咯。你作為教育界工作者，我哋應該要幫學生去揾到佢哋嘅興趣，加以培訓。咁我哋要揾到佢哋嘅專長咯。科學咧其實避免唔到啊，即係其實你出街擔高個天，咁其實你會見到個天係藍色，咁啊會有地球、會有月亮、會有太陽，其實你都係避免唔到。咁少不免都會同學生去講一啲同科學有關嘅嘢。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去到小學啊或者中學先講，其實就兩面有啲似。咁其實我哋唔係話要教啲幼稚園話你一定要背晒嗰顏色啲名咁啊，科學係啲乜嘢？我哋唔會做呢啲嘢，其實反而係俾佢接觸多啲。咁如果佢有問題嘅就去問咯。咁我哋都會經常會改變呢一個 science room 嘅一啲設計啦。咁可能有啲唔同嘅主題，我哋會放一啲唔同嘅一啲同 science 有關嘅一啲用具或者啲教具。咁其實最主要目的咧就係讓啲學生去接觸多啲。我哋未必會每一個教具都會去教啲學生，反而我哋會讓啲學生去睇下、去接觸下。咁如果佢對邊啲有興趣嘅話咧，咁我哋就會講多少少個人嘅部分啦，等學生去聽。會有一啲活動係好讓學生接觸到大自然嘅，帶一啲動物入嚟啊，或者帶一啲生物入嚟啦，可以讓嗰啲學生去接觸。而呢啲生物並唔係平時可能都唔接觸得到咯。咁係一啲好稀有啊嘅一啲品種，咁都可以有啲專家帶過嚟，咁讓學生係多啲接觸咯。但係我覺得而家香港嘅教育制度大部分咧都係比較粗面積，咁係好着重成績，咁但其他嘢就變咗唔係太注重啦。咁我自己覺得係唔係適合所有學生嘅。咁可能有啲學生係適合嘅，咁但係因為人係好多元，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香港係需要多啲唔同嘅一啲教育嘅一啲學校啦，或者一啲方法啦，咁去幫到一啲其他學生。出邊大部分嘅幼稚園都可能係即係要鋪排嘅一啲名校嘅小學啦，咁可能會催谷啲學生啦。咁但係我哋 Ludus 我哋真係唔會去谷啲學生去一定要完成某一啲啊。咁你喺課堂做唔到，翻屋企你點都要做埋㗎。咁我哋就唔會做呢啲嘢。咁相反就係我哋會因應學生嘅興趣，咁就去安排一啲課程俾佢哋，無論係科學啦、語文啦、大自然啦，咁學生都應該要接觸嘅。咁啊，當然亦都德育教育方面好重要啦。咁學生要做一個有禮貌啦、一個自律嘅學生。